来看南投县的鸟喙潭人工湖的工程哦，产生真侪废土，水利署是把这废土囤伫湖溪的布花，讲会当来保护布花。也毋过哦，环保团体是认为，若遇到大雨，这个土就会互溪水冲到水尾，造成水尾水质会变啊真歹，变甲真落，嘛去影响到动物的生态地。为什么呢？石桌桥填了又流失，右岸填到桥下，左岸又有新填的。我跟你讲，下游的民众说，8月的时候他们真的有在注意。他说，那个泥浆水还是有在流出来。因为做鸟水潭人工湖产生真侪土风，水利署把这块土提去贴管湖溪的河岸。环保团体讲，这块土让湖溪水冲到水尾，害生态受影响。也批评这讲较白，就是政府咧黑白倒废土。他们填完以后，差不多没几个月，就是这样又崩塌掉。水利署的说法说，那个因为不是固定的。但不是固定的，这不就是丢废弃的东西吗？你们在下游富裕巴士云居，结果你们在上游在那边一直狂堆土，然后去影响那个巴士云居的富裕。我想说，你一面做好事，另外一面又做坏事情，去毁掉它。水利署第3河川分署表示，贴管河花是国内外拢定通看到的做法。针对水流较高、甲沙土冲走的河川，会伫爆发头前蹲土，避免水冲到爆花，是为着保护河边的民众。早期呢，不填土用什么方式解决？我们丢的就是混凝土块。那现在比较讲究生态，所以我们很多都用填土的方式。填土背后本来就不是一个永久性的、固定性的设施。水利署表示，蹲土贴管本身就会让水冲走，会一直蹲土起嚟，达成保护爆花的效果。但是环保团体认为，这块废土应该要放伫水尾，才不会造成水尾的水质变歹，颠倒影响生态产生问题。记者郭文正由台北报道。